做大家平安，平安。伫咱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真欢喜，搁一摆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主。我毋知影大家每一届礼拜日顺利，心有欢喜无？敢有？咱带着欢喜的心、乐的心来到主的圣殿，用你的心、圣灵来敬拜主。当咱一礼拜中间有侪的辛苦、侪的挑战，总是当咱搁一届来到主的圣殿中间，咱要定心领受快乐，领受上帝的安慰，领受上帝的医治。咱每一届敬拜了，咱拢带着一个快乐离开圣殿来服侍主。就是咱来唱一首的诗歌，亲像鹿翕目溪水，来陪伴咱的心。我的心切切你，哦，你亲像鹿翕目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的梦，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你，哦，你亲像鹿翕目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的梦，来敬拜你。这是我的快乐敬拜，我生命都要放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的梦，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喜乐，我的敬拜。这是我的快乐敬拜，我生命都要放乎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的梦，来敬拜你。歌词安写，只有你是我心所爱。咱伫这世界上，咱有侪爱的物件，咱爱咱的先生，爱咱的太太，爱咱的囝儿，少年人甚至爱因的偶像，总是这些物件，有可能有一天你会失望，你会忧伤。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是你的心所爱。也是你生命中的快乐甲甜白，咱一时来为你家己来献上祈祷，求主予你更加亲近主，来承认咱生命中侪过犯。求主上帝常常保守你，让咱你过去一礼拜主的保守，献上咱的感谢甲懊恼，咱求声来祈祷。主啊，全感谢了你的灵来充满在阮的中间。主要说，阮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带领，阮会能得到你的保守看顾。主要说，求主你赦免阮的罪过，阮常常伫无中间来犯罪，求主你保守看顾阮，阮将一切拢交在你手中，阮献上感谢你，也保守阮过去一礼拜得到你的保守。求主你来充满在阮的中间，我每一个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而奉主耶稣的名求。咱个唱一首诗歌，我的心。切切翕目你，我的心切切你，哦，你亲像鹿翕目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的梦，来敬拜你。
家族来祈祷，互咱全家拢得到主你的保守甲祝福。上时也献上你家己，无论你的年纪如何，你要求上帝来使用你，你拢是上帝宝贵的器皿。咱毋是讲逐工来做礼拜尔，咱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来见证，来活出主的样式。你爱向主来祈求，互你有气力，成做基督芳芳的器皿。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将阮的家族用你的手中，我的灵的充满伫阮的中间。主，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主，互阮的一生中间有主你的保守甲看顾。主啊，将阮的家族中间那个信主的献上阮代祷，愿主你灵的充满伫阮的中间。主，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各主所用，主每一个人拢有通互你做使用。主，求主你保守阮，我较健康的面前。我感谢你。主啊，感谢你。阮带着较无灵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每一届的敬拜就是阮的献祭。我们将阮家己诚做活祭献伫你的面前，透过每一届的敬拜，求主你来充满阮，来改变阮，互阮知阮是你呼召来行主道的器皿。我每一个人拢伫阮的家庭中间。伫阮的职场中间，来见证主你的名。主，阮是软弱，主你却是阮的力量。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互阮成做主你荣耀的器皿。愿主你的祝福充满阮，特别阮第一场的兄弟姊妹，随望阮行过人生济济的道路。主，你这时愿要成做阮的帮助，愿要成做阮囝儿的帮助。要成做阮孙仔的帮助，阮的家族一生一世拢伫主的祝福中间。我来感谢老主，奉主的名求，阿门。个唱一首诗歌。讲教会是咱属灵的大家庭，咱的教会是一个家庭，家庭是人组成的。咱知影一个家庭的关系要建立真困难，真不容易。但是若要破坏，是一时刻的。家庭的关系要建立真困难，但是要破坏是一时的。所以咱来为着咱教会来祈祷。咱知影吼，咱战争中间有一种叫斩首行动啦。这个团体若要有气力，要无气力，就是将迄个重要吼把它干掉。啊，这个团体就无气力。啊，咱的教会什么是咱的首领？就是咱的牧者，咱这中级，咱的小组长，咱的区长、团长，当伊来受攻击。咱的教会就软弱。我问咱兄弟，常常为着咱的教会领袖来祈祷。
当时咱人拢是软弱的，咱是不足的。当咱看到咱的领袖有软者的时阵，你太爱替伊祈祷；伊若不足的时阵，你爱出你的气力来帮助伊，不是来批评伊。那么，咱的教会真做伫合意的教会，常常为着咱的领袖来祈祷，咱开声同心来祈祷。所以感谢你，求你灵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求你灵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互阮的教会牧者，叫做主你的保守，互因有气力来引导阮的全教会。让阮的中节把拥抱伫你手中，主要所有阮同心合意伫你面前，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节阮的小组长、阮的团长，主啊，所有你的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知影安怎合一伫你面前。求主你保守看顾，来保守阮的团队。主啊，所有你帮助阮，阮的得你保守。主啊，所有感谢你，感谢你。抓接咱为着咱所有的信徒的灵命健康来祈祷，互咱的信徒拢有较无灵来追求主。一个教会复兴是咱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复兴开始。当然，我知影咱的生活、属灵的生活中间有济济征战。像是咱为着咱中间有心灵受压制，伫婚姻、伫亲子、伫兄弟姊妹、伫朋友关系受迫害兄弟，还是咱的工作事业拄着困境的，还是咱的身体拄着病痛，咱来为因祈祷，互咱的教会会友拢是一个健康的羊群，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感谢你，你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所以你保守看顾阮的信徒拢着你保守看顾。主啊，灵命要着你保守。主啊，求主你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主啊，感谢你，互阮中间有心灵受压制，关系受压制，工作事业拄着困境的，身体病痛，主你灵来充满伫伊边看顾。主啊，所感谢你，主你灵来充满伫阮福中教会，阮信徒拢有健康的灵命来学主。主。你是阮富光教会大君王，是阮的大牧者。主你用你的听来包围阮，阮将阮的牧师、将阮的长职、区长、团长、小组长来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你伫富光教会赏赐遮尔济听主的领袖，愿主你的听来保守看顾因。主啊，你也兴起阮富光教会兄弟。跟牧者同心合意，来向兴旺主你的事工，兴旺主你的教会，互每一个人拢得到主你的保守、来祝福，你灵来充满伫阮富强教会。主，我感谢了你，因你欢喜阮的教会，欢喜阮的服侍，我来感谢洪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唱一首的诗歌，你欢喜的者，你欢喜的者。我咱听到主的声音，我咱的祈祷，成做芳芳的者，来到主的面前。
且咱为着咱教会的青年事工来祈祷，特别为着咱的主日学、咱的青少年、咱的社青来祈祷。我当咱顶礼拜开小的时候，阮听到主日学的校长，知影有侪欠缺，咱来恳求主，原来有老师会当参与侪青少年事工。咱的耶路传道伫这个7月底就要离开咱的教会，咱教会有曾瑞平传道。要等下伫咱的中间，继续来引带咱教会青少年事工。咱只是来为因祈祷，愿主兴起咱教会一青年，佮靠无来到咱圣殿来敬拜主，咱来开声祈祷。最后，感谢你，你能够充满伫我的青少年事工中间。最后，所有你也帮助阮的所有的老师，咱的服务的，特别我来将阮教会要过来将真的品传到因为你手中，愿主你保守看顾。所感谢你，通过一届将阮教会青年人拥抱伫你手中，愿主你兴起更较侪青年的领袖，用圣洁的性命来敬拜你、服侍你。我来要将耶路传道、甲瑞平传道献上阮祈祷，愿主你赏赐因有气力来带领青年事工，互因灵充满了主欢喜活泼的灵。最后所求主你保守阮。我们教会的充满着娱乐，充满着青少年的声音。我来感谢基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起立，来唱这首的诗歌，你欢喜的主。哦，我听见听人的声，因为我可你。所徛起咱的国家台湾来祈祷，咱来为咱的蔡英文总统、为咱行政院长苏贞昌行政院长来祈祷，保守因有上帝来指挥，来引传咱国家，互台湾更较安全，互台湾经济更较发展，因为咱需要主的祝福，咱来为着咱台湾来祈祷。最后，感谢你灵来充满伫我的台湾中间。哦，最后所你来保守看顾阮。包括阮的台湾，我将蔡英文总统拥抱伫你的手中，我哋的行政首长拥抱伫你的手中，就做你为上天来智慧来引导阮台湾，互阮台湾咧真做一个报道安全欢喜的道路，互阮台湾真做一个欢喜徛起的所在，互阮台湾真做一个经济发展的所在，我哋阮台湾真做一个福音广传的所在，做你能够充满伫阮的中间，我感谢你，感谢你，最后所求你来保守祝福阮台湾正教会伫面前，努力光荣伫你面前，最后感谢你。所以，咱为着今日的聚会来祈祷，求主赐了谦卑顺服的心，我们有一个会当听主声的面耳孔，我们大声而乐敬拜，有圣灵充满在咱的圣殿，你的宝座要设立伫这，享受你的医治，你的安慰，的灵伫我的中间，咱开声来祈祷。所以感谢你的灵来充满伫我的教会，哦，主你的灵来充满伫我的圣殿，你的宝座要设立伫我中间，主你的宝座中间要赐了你的话语。要赐了你的医治，要赐你的安慰伫阮的中间。我每一届敬拜时阵，你的灵要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咱相信为着咱教会，咱其他牧师会讲道来祈祷，愿主恩膏咱的牧师，甲咱服正服侍的同工。咱要透过牧师传讲上帝话，
来接做咱生命帮站，互咱一生坚守主的道，伫世上来做工做业，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感谢你伫你面前，主啊，所感谢你，主啊，所将我们今日聚会我们的小庙，因为温哥的牧师，温哥正当讲，透过牧师的讲道，成做阮生命帮站，成做阮的帮站，我一生会当行到主的道路。感谢你，主啊，所以你来充满伫阮的敬拜之中。主，我感谢了你，你设立富强教会，你祝福富强教会。你透过牧者，甲一个属灵的前辈来祝福阮的生命。伫天灾瘟疫战乱的世代，变化常常超过阮的计划。但是阮相信，主，你是永远伫地上帝，你是阮的快乐甲盼望。你的确要引导阮头前的道路，保守阮脱离一切艰难甲灾害，赏赐平安福气予阮。主，你的恩典何等的大，我要大声而已，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天父恩典真正大，咱用俄热心来感谢主。主啊，所有恩典真大。你的一场，无论风雨也平静，你都会看着所生的恩，你的恩无损，在黑暗难变佳话。阮的拢无算，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为啥人生何天的拢总三角欢喜，你的可以错，互咱阮的拢。福气有这呢大，咱就为啥人生何天的拢总三角欢喜？主啊，感谢了你，无论风雨也平静。
信息281首，上帝即时临在。上帝即时临在，但愿同心敬拜。以主面前虔诚和善，上帝的心宽大，但愿热情敬拜，心肝全意敬虔跪拜，多一敬拜上帝。现在，因阮祷告天爱，以在心中愿人热塞。我主阿罗听，万所因比比下，美俄罗的祖庙。阮求万福万头，只对我。
号召，我对灿烂荣耀，呼唤乐乐高高飞高，雄鸡高烟湾，万quân對高，萬地相會追討。万軍的主，萬百姓要伫你面前學樂敬拜，因為你是萬福的源頭。主啊，阮即時大家謙卑，而且虔誠來敬拜，是因為阮知你是阮的氣力，你是阮的大光，你是阮的平安。所以阮求問你，要學樂你，要敬拜你，要領受你對天頂來所降落美好的恩典、祝福甲保守。我這時陣，大家人放開一切的牽絆，我的心專一佇你面前。願聖神佇阮中間做工，你的聖神臨在，阮知影你活命的話是甲阮的信心相結連。阮就要領受這個上至大恩典、平安甲祝福。願你聖神佇阮中間，願阮的敬拜歸榮光佇你。我們學習主教是阮的祈禱文來同心祈禱講：願佇天年的爸，願你的名聖，你的國臨到，你的旨意佇城，佇地呢親像佇天呢。願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負，親像阮也有赦免辜負阮的人。無你帶阮入日子，就叫阮脫離迄個歹。伊的國、權力、榮光，攏是你所代代無盡。阿們。大家請坐。咱做伙來啟應，啟應文第2篇，詩篇第1篇。無趁歹人的計謀，無做褻瀆者的位，伊愛慕上主的律法，伊親像果子樹栽佇溪邊，葉嘛袂焦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審判時，歹人會互上帝算賬。因為義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顧。咱做伙來祈禱。聽阮的天父，阮感謝你，學樂你，你的恩典真正大。你只是臨在佇阮的中間，阮三角同心敬拜，因為你是萬福的源頭，佇每一人的生命中掌權、保守、佮看顧。佇阮每一人所經歷的代志當中，你攏有奧妙的帶領佮計劃。超越阮的財物甲知識，來互阮得到利益。主你知阮每一人的需要，你賜予阮活命的話，來清起阮的心。你也帶阮明白你的旨意，合適你的聽甲靈敏，幫助阮無行罪人的路。了解阮人真正無算啥物，毋通掠家己所有的來誇口，因為阮所有的攏是你白白的小事，你的恩典實在真大。所以主啊，阮要謙卑轉來到你的面前，
安静阮的心，专心来听候你，通互阮的性命会当结出活命的果子。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阮所敬听的合牧师，要用对你领受的话语来教导阮，求你开启阮每一个人的心，会当对牧师的勉励中得到真侪提醒甲鼓励，互阮会当认真来思考你的律法甲真理。伫教会中，嘛求主你帮助阮，阮会当透过牧者、中级、小组长，甲所有同工集体，彼此的关怀相挺，同心合意，做伙来行走天路，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黑暗中的光灯。伫人的软弱甲痛苦中，阮会来看到需要，嘛看到阮的责任。上重要的是，主阮会当看到主耶稣你完全佮温柔的疼，就伫遮的欠缺中间，互阮会当遵探着主你的旨意、你的教示来行。感谢天父，你听阮的祈祷。愿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得正伫阮的中间。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2位，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第5章14节到16节。恁是世间的光，徛伫山顶的城看袂牢，人点灯了后，袂用斗甲伊藏起来，一定会甲伊插伫灯台顶。通甲厝内所有的人照光，亲像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起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第2位是腓立比书2章12节到18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伫恁遐的时，恁拢有顺探我，即马我无伫恁遐，恁搁较着安尼，着继续行行摇摇带来完成恁的得救。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在做工，互恁有意愿，搁会实践伊的好旨意。无论做啥物代志，拢毋通埋怨，也是争论。互恁通清白纯洁，伫即个邪恶腐败的世代，做上帝无缺点的囝儿，着伫因中间发光，亲像光在照世间，来坚守赐活命的信息，互我伫基督的日，通夸口讲，家己无空空奔波，无空空劳苦。我若着用家己的血做奠祭，破伫恁的信心所献的祭物，我嘛欢喜，嘛要甲恁做伙欢喜。相款，恁嘛着欢喜，甲我分享欢喜。感谢主所赏赐伊的话。这个时阵要请圣歌队来带咱学乐，因要献的诗歌是耶稣互我歌手无停。献诗了后，请合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坚守主道，在世发光。
咱真多谢圣歌队用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让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疫情未完全消散的中间，咱慢慢建立咱一个生活的模式。感谢主，咱愈来愈侪兄弟吼，会通倒转来实体的敬拜。也望咱伫线顶兄弟姊妹也甲咱同款，通过主的话来领受到对天顶来的祝福。咱三个来祈祷。主安的上帝，感谢你。虽然天气遐尼炎热，总是阮伫主的内面悠然，心平静，心虔诚，要伫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你的话语，甲你的平安，也互阮伫即个社会甲环境自然的变化中间，阮对你的信心悠然遐尼坚定。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愿要分享你的话，互阮逐个人拢彼此得到祝福。
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来三甲学习主的话，头一段话咱拢非常的熟，就是主耶稣对咱所面的耶稣头，这是伫一个耶稣连续的种种的山顶的部分中间的一段，伊伫开头就讲，恁是世间的光，咱世间的光，这个话有点抽象啦，伊有解释讲，城伫山顶就看袂着，因为足明显的，所以顶也毋通看伫兜下，所以伊伫遮要甲咱描述讲，描述讲，咱世间人这个光要安怎显明出来？第二段经节就是在讲起着保罗先生伫腓立比的这个会众的中间对因所做的勉励。咱要安怎对腓立比书甲耶稣所讲这话做一个学习甲结连？耶稣佫讲，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光照伫人的面前，表示拢无啥物通暗藏。你互人看的，就是你的原貌安尼。所以腓立比书这段经文，咱小等的会当做学习。毋过咱中间有一段得注意到伊所讲的但保罗咧写这张批时，伊人无伫腓立比，所以就用一个开头讲：兄弟姊妹啊，我伫恁遐的时，你就听顺探我，表示这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真认真在追求、在成长。也毋过即阵我无伫恁中间呢，讲恁搁较着爱安尼，老师无伫在场的时阵，毋通学生囡仔安尼散散，安尼佚佗，拄久爱困，毋是？伊讲恁搁着爱安怎呢？着爱继续即句台湾话真有意思，讲惊兄摇摇带，惊兄摇摇带，安尼毋是一种安尼惊畏畏的意思啦，种足谨慎的、足认真的。因为无老师甲咱教，惊伊毋对去嘛，所以你着爱，亲像咱讲战战兢兢啊，来完成你的得救。伊讲的是得救，毋是咧学一个知识啦。迄个要得到的得救，是我甲耶稣基督的真理，甲我相配合。所以用安尼来开头，但是保罗讲的重点伫遮，讲因为上帝常常伫恁中间伫做工，互恁有意愿，搁会实践伊好旨意。若毋是上帝做工恁伫即个环境，大概无法度，也是讲无爱，也是无迄个意愿通做。是因为上帝伫恁中间做工。过来，既然是一个要实践的道理，即个真理要守主的道，但是过程的中间，可能各人的个性、想法甲步调有无相像，所以保罗嘛提醒因啦。讲毋通安那，什么代志毋通埋怨，也是争论，毋通埋怨争论，因为埋怨啊争论会失焦啦，会迄个原来要做的做无够，煞变做内斗就对了内斗就对。所以伫即个讲完了后，伫15节，保罗才对因来讲起这个话。小等咱要通过这段话来做学习啦咱既然知影讲保罗写批互腓立比教会讲这个话，咱先来了解这个腓立比城甲教会伊的一个存在背景，咱就能更较清楚是安那保罗要对因讲这个话。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对圣经的历史内底知影讲，是使徒保罗甲同工西拉、提摩太、路加因顶遮的人所来开设的安尼一个故事真出名，就是伊即个腓立比的教会呢，大省并无会堂并无一个礼拜堂，伊只干一个伫一个祈祷的所在定，就是咧卖知识部的负责人路底亚的家内。佫较特别的是安怎呢？腓立比教会就是欧洲啦，伫当时的时代2000年前，欧洲的第一间的教会。因为进前保罗
保罗传福音拢伫小亚细亚，就是今仔日的托尼基的所在。所以咱会当看见讲，定啦有人咧讲起着迄个启示录的7间教会对无吼？迄7间教会现在拢无咧运作啊，因为拢已经变做古迹啊，变做废墟，因为托尼基经过这2000年来回教徒去占去啊。啊，所以腓立比是保罗受到马其顿的呼声啊过海，然后去到迄个所在。大概咱来咱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这张地图小可有一个概念啦小可一个概念，就是大概今仔日的希腊的西边希腊的西边迄个所在也未到希腊的东边是咧伫希腊的东边，伫马其顿的东边所以伊就是对托尼基慢慢行，踅去到要去到伫希腊的过程，马其顿的过程。当这个城市有甚物特别呢？那简单讲就是讲，这个腓立比城伫希腊的东北部，伫爱琴海的北岸这地相关的地理啦，咱小可了解一下。那这个城原来是叫做克尼迪斯，这个古早名。后来就是咱这个出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爸叫做腓力。伊伫主前368年来起这个城，起这个护城河，来改做腓立比安尼。但这个腓立比有啥物特别呢？因为这是罗马帝国，因为迄个城感觉有这种军事地位，所以就把这个城当作是个主峰城。这主峰城的意思是啥物？就是讲本来有在地人伫遐徛起，有迄个庄城伫遐徛起，但是我就知影这真重要。所以我就爱设计一个城，才会有驻军啦，有这军队，有遐防卫的人，所以就外口人入来伊的管制就较无共款，毋是一般乡村大家自由来去，因为真侪退伍军人就来罗马帝国直接来管辖，所以这个城是由罗马帝国当时直接掌管的，所以伊讲人民有迄个特殊的待遇啦，因为这拢是因的公民嘛，所以有。毋免缴人头税啦、营业税啦，有土地所有权安尼。兄弟姊妹，当这个腓立比城的古迹怎么变安尼？因为伊是罗马帝国的重要的城镇，所以犹太人当时就无啥会去啦，较无人去遐。所以犹太人去若无多呢，伊就无去迄落会堂无犹太人遐尼多的所在。即间人找到基督的所在啦，因为会堂若照当时犹太人的规定因的规定就是10个结婚过的查甫人，安尼什么意思？就是10个家庭，你都要有10个家庭，就有一个会堂。毋过即个所在连10个家庭嘛无啦，所以才有干那基督的所在啦定。当兄弟姊妹，看这是一个对犹太人毋是介拥有的所在。也是一个罗马管真严的所在。不过，这间腓立比教会确实欧洲的第一间教会，而且呢，保罗甲路底亚因遮的人，因竟然会当建立一间欧洲典范的教会，一个互人安尼真热闹肯定的教会，圣心工作。路底亚的家成做一个福音的会众，发展到一个信仰的团体。所以咱若对保罗先生的写批以及使徒行传，知影讲保罗后来伫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伊有得到腓立比教会真大的协助呢。毋只干那是财务上毋只干那是财务上，伊阁派一个叫做以巴弗提来甲等于一个协助者。来甲保罗同工，直到这个以巴弗提破病要转去休困，伊甲送转去互伊。所以人讲腓立比教会是一间真有好见证的教会，真值得咱今日的教会来学习啦。因为咱看见这个腓立比城，保罗先生伫迄个社会环境的中间所写的批，就更较要紧，更较重要。这拢是腓立比城的一个围遮啦这围遮中间有一间叫做路底亚的纪念教堂，这
有点较属于东正教迄种的建筑吼，东正教的建筑安尼。咱下日即位，保罗先生有甲因提起几项啦吼。第一就是讲，有人为着教会代志咧发言怨言，也是有纷争。伊讲即种纷争拢是甲信徒中间有人真自私，也是贪图某种利益有关系。所以保罗咧甲因提醒。因为伊无伫现场，所以有听见即款的声，知影讲，恁伫迄个外邦人的环境的内面吼，若家己内斗，若家己冤家，若家己争执，安尼即个教会就会分裂就对啦。所以保罗写即张批，一方面咧甲因鼓励肯定，嘛一方面咧甲因做提醒。保罗的劝勉是甚物呢？信徒就是爱坚守生命的道理，即种道就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的救恩。但愈来咱小可有讲到即个腓立比的背景，兄弟姊妹，你甲想象一下，伫一个毋是犹太人遐尼济的所在，一个毋是基督徒遐尼济的所在，搁较是罗马帝国当时迄个异邦的信仰，搁咧迫害基督徒，你甲想讲受到的压力甲影响偌大？所以毋是一个。你到处人拢对你基督徒安尼拢正面的评论的人的所在呢？你若无有坚守主的道，你要哪有可能发光呢？你若莫互影响到，安尼就足好啊！所以保罗在做的提醒，甲主耶稣讲，你是世间的光，伫即款异邦的社会，搁较重要，搁较要紧。所以保罗互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影。过去伫腓立比传福音的时阵，因拢有听教士啦，拢有听伊的教导，所以伊仰望讲，遮的百姓，遮的会友会当继续即个美好的教士，每场拢有水的见证。伊伫拄则咱读的经文内底有讲着讲，就是伫基督过来的日，基督要过来，恁都爱赶持守即个信仰，毋通放软去。爱战战兢兢，爱行行样样出，因为时间要到所以保罗真清楚讲，伊家己好亲像伊的年日要到所以讲我献即个祭，献即个祭叫做奠酒祭，讲男伫恁所有信心的祭物，意思讲我为着恁牺牲，我为着恁即个美好的信仰，我甘愿做牺牲，亲像一个祭物。来显伫主的面前，讲我欢喜，嘛甲恁做伙欢喜。保罗是用即款的神圣的态度，伫迄个所在，要甲腓立比教会领受即个祝福。保罗真期待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安怎，亲像光安尼发出来，互别人看见因的好行为。安尼咱人看见讲，即个信仰甲道理已经毋是一种单纯的知识的传播。是一种哲学的了解，一种真理的认办定。恁都爱时时伫生活中，你若无行出来，你若无显露出来，根本你的光就照袂出来。有真侪人，真侪好的属灵的财物，有真侪安尼真好的即个对圣经的即个知识，但是你讲话行做，甲人直接你都无感觉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嘛。保罗就是即个所在，咧甲因提醒，恁。毋只干那来遵照我所甲恁教的，恁较都爱伫人的面头前爱发光就对。这是对照着讲耶稣伫马太福音拄则咱所读的山顶宝训所讲的话。但这个山顶宝训伊安怎讲？讲你是世间的光，起伫山顶的城看袂掉。咱在欧洲真侪山头拢有起迄种足水的城堡迄城堡当然看着足水，足侪人现在真咧旅游拢爱去看迄啦。毋过伫山顶的城堡嘛共款，会当看到山骹，看足远，会当了解对敌敌人的一个震动所以伊用即个来提醒耶稣提醒门徒讲，人点灯了后无用斗甲伊藏起来，斗若藏起来，光就照袂出来就无发生伊的功用嘛。讲一定甲伊什么？菜在灯台顶，通甲厝内的人照光，讲恁都光就要照伫人的面头前。他耶稣伊清楚甲咱讲，
恁是世间的光。啊，所以既然是世间的光，咱也看见同款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8章12节，个耶稣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耶稣伊甲即句话来印证着，讲恁是世间的光，世间的光原来光是对我来，所以恁若对我，恁就活命的光。恁遵守我的道，守我的道，你就会甲即个光发出来。啊，另外佫一段是约翰一书的第1章5节吼，伊讲：阮对上帝的囝听到，现在传互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伫伊无完全无误啊。安尼咱若是对即个逻辑甲推起来，上帝伊是光，耶稣基督讲我是世间的光。讲恁若来对我，恁就无点伫黑暗，有活命的光安尼。我记得我有看到一句真出名，即个英国的文学家吼，叫做 C.S. Lewis， 伊讲一句话吼，啊，即句话诚做我一个真好的提醒。伊讲我相信基督教，嘛会使讲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啦。就亲像我相信日头每一日会升起，毋是讲是因为我会看到日头。是因为日头照的光，互我看所有的物。安尼表示什么？咱相信耶稣基督，毋是一个形象，也是一个对象啦。定是耶稣基督伊是光，啊，我知影伊是光，伊的光，互我会看透万物。安尼，即个开力才是伫遮。啊，这是英文的原文啦，吼，英文的原文。但咱对圣经所领受遮个话。咱要安怎坚守主道，伫这世间发光呢？咱拢知影世间的光到底是甚物？咱会当真清楚伫咱生活中物理性的光，咱看会到。吼啊，所以对物理性的光，耶稣讲的话，这个普通的百姓拢知影意思啦。你点灯无人咧看起来啦，一定是要照光全家的人嘛。啊，所以这个物理性的光真容易了解。咱有时暗时咧困啊，小可一个光，咱就感觉不舒服啊。迄个光哦是足敏锐的啦，吼。啊，我会记顶无偌久，咱迄个一个气象的专家，伊有铺一张吼，对卫星吼，对卫星翕落来，台湾半暝暗时的时阵的光是安尼吼。啊，你就通看讲哦，啊原来这台湾吼，拢伫西部吼，暗时拢光影影安尼，也无像暗时啦。去那中央遐个中央山脉吼，你看连平湖嘛足光，你敢知？啊，所以光若显露，连伫太空都看会到啦吼，连伫太空都看会到。啊，进前我有看到一个真趣味的迄个科学的知识吼，真有意思。咱看见即个光吼，根本也袂甲你动啊，对毋对？你甲早起来，光就无去啊嘛。啊，毋过竟然即马科学家研究出一种新的技术，讲叫做。咱现在咧用吼，咱这个礼拜堂内底有 WiFi， 啊，所以你会当连线。伊讲即摆有一种光的技术叫做 Li-Fi 是就是 light 迄种意思吼 ，Li-Fi。伊讲是可见光的无线通信技术，啊，这是德国物理学家伊的团队吼发明的。伊讲 Li-Fi 后摆若正式实际运用吼，会比 WiFi 加100倍就对啦吼。讲竟然即个光会传物件呢，真奇怪吼！较无线电其实是同款意思啊。伊咱知影讲，咱现在 LED 的光源吼，真快速普及，啊，后来是由即个 Li-Fi 来用即个 LED 的光啊来传播，啊，讲后来伊个技术会愈来愈进步就对啦吼，会愈来愈进步安尼。啊，这是伊的一寡原理的图片啦吼，要安怎来传播安尼？像你即位。咱看见即个光的技术现在是几乎咱知影讲发展到咱若毋是这方面的专家，咱实在是无了解到底伊会进步到什么程度。事实咱们知影讲，咱家庭有迄个扫地机器人，啊，最近在流行迄种电动车吼，有时拢爱靠做光甲翕相的技术来控制你的方向，控制你的距离。啊，知影你头前是啥物，已经毋免用人的感觉啊，用这光落去决定安尼。但我讲这个意思是讲，世界的光会当用足侪方法去发展。
但这个光不是耶稣讲的光，因为这个物质上的光吼，物质上的光就亲像咱世上的财富啦。保罗讲，恁都爱伫世间来发光，伊毋是咧讲哦，恁用财富、地位、名声，伫遐来点落讲恁是信耶稣的光，毋是。伊讲恁守主的道，毋是咧讲即款的光，因为即款的光容易得到，嘛容易失去，就亲像电火拍起来就光，热落就失去啊。保罗先生咧提醒腓立比教会信徒讲，上帝教会，恁是主耶稣的门徒，恁的角色甲任务，恁基督徒就是爱做世间的光。那世间的光，伫即个腓立比书内底，即段话咧甲咱提醒，上帝常常伫你心内工作，互恁既愿意，佫会当实行伊的旨意。所以，迄个光的头一个来源，就是爱对迄个光源，就咱的上帝是光，耶稣基督是世间的光。恁爱对光来领受到即个指导，恁才有迄个气力，也是讲有迄个意愿，你会安尼无有任何的丢毒来实行即个旨意。伊提醒讲，因毋通什么争论啦、怨言，因为恁都爱无发怨言，意思讲领受即个教会的领导者，大家做伙带，为着要做见证，毋通内部乌白争论。恁来做上帝无缺点的囝儿啦吼。然后今仔日的主题经节伫遮，伊讲伫腐败冤曲的世代的中间，最纯洁无瑕疵，爱坚守生命的道理，做上帝无缺点的儿女。讲恁爱伫世间人的中间发光，亲像星照耀天空安尼。所以脱开迄个物质上的光，人的技术、物理性的光，恁伫即个社会，恁伫即个人群的中间，恁所要发出的光，是对主所领受到迄个温暖甲疼。大家咱分几项，若是伫信仰的中间，咱要伫即个社会来发出迄个世间的光呢？咱知影世间人要咱认捌你是一个基督徒，毋是你有社会地位，也是你的经济比人较好，常常拢是伫迄个微啊咧感受到的中间，人讲啊，我看你咧讲话你咧行做，你咧办代志的方法，你甲人直接，甲世间人无相像咧。所以保罗讲，互人看见恁的好行为。所以咱读是安尼，咱能简单来讲，若要安怎发出世界的光啦吼？要安怎发出世界的光？第一，咱是爱显露出主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光。耶稣基督救赎你，互你对世间的沉迷就无搁再亲像一般的人共款。对世间所有的这享受以及种种的名声地位的追求，甲一般人无共款，因为你知影，你搁较悬的价值是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咱是一种伫社会中间发出认同甲接纳的光。咱看见这个社会，真侪人讲趋炎附势，嘛有真侪人是讲安尼锦上添花的无人要雪中送炭。那基督徒爱学习去安怎看见这个社会需要，遐弱势者也软弱，甚至咱爱承担这个社会责任。这个社会有甚物款无好的所在，社会有甚物款人为的罪恶伫迄个中间，咱都爱勇敢承担，来发出先知的话。佫像是咱基督徒要安怎伫社会中间，互人肯定是你有迄个施比受更有福迄种的光。你欢喜互人，毋是干那要甲人争取要摕。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光，互人看起讲，这群人甲人无相像。腓立比教会所以会伫迄个社区，互人肯定，就是因为保罗甲因讲，因真正安尼做。你知影，伫迄个时阵，基督徒是受迫害的，也袂当公开的。
但是因为因所做迄个美好的行为，菲律宾的教会成做一个互人所敬畏、所尊敬的教会。有时教会搁较，也是基督徒搁较是一个施行疼甲受苦的光的家庭，也是教会。有时咱承担着这个社会的担，承担着这个社会的苦，互咱因为安尼，亲像咱的教会的这个信仰告白来讲，通过疼甲受苦，人成做愿望的记号啊，愿望的记号。兄弟姊妹，这毋是一个理论甲讲话宣传尔定，这是无真正透过你疼的行为，迄个溃烂的时点，咱就无互人看见这个世间的光是啥物。咱常常有在鼓励兄弟姊妹，你爱传福音，你爱招人来信主。咱真正毋是口头咧甲人辩论甲讲话，是你发出你的疼、你的关心，互侪人愿意就近。常常我会当参加咱真侪小组因的聚会，也是参加小组员种种的活动，有时发现着讲这原来都是一个无道友那定。因为咱小组的同工，咱遮的干部，安尼一直持续的关怀，互因知影讲真正基督徒的团体，甲人是无相像的。只是咱今年咱有搁要恢复咱迄个幸福小组，虽然还有人对幸福小组有点疑问，毋过若要讲是简单那定，就是你要安怎甲基督徒的信仰甲道理，伫你的幸福小组中间，家行出来，互人知影讲，基督徒的团体，就是一个疼的团体、接纳的团体、鼓励的团体、欢喜甲人分享的团体。兄弟姊妹，真正伫这个世间要发光，无遐尼简单，毋是空嘴报纸的。所以，宗教改革家就是马丁路德，伊讲一句话，伊讲。你若是多方伫传福音，传主的话，哇，足够讲，口才非常好。但是拢完全无要讲，特别属于你迄个时代的问题啦。这社会有啥物问题，你拢无要讲，干那讲耶稣疼你，耶稣救你。伊讲安尼你若无接触到这个问题，确实这个问题，找出一个方法，安尼你等于甲无传福音。你讲偌侪圣经，讲偌侪耶稣的话，但是你根本无去看见对方的需要。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大的提醒！愿咱众兄弟姊妹，大家人对这段的圣经节，耶稣讲恁是世间的光，来得到一个提醒，咱毋通甲光藏起来。所以意思是讲，你可能伫咱的这个小组内底，圣经论啊非常的精彩这个头头是道长篇大论啦但是你无出去显露伫外口你就是真正放伫顶斗的光，敢若你内底咧发光，外边都看袂到。所以真侪人咧提醒咱讲，基督徒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这第一步真好。但是较重要是第二步，你行出去教会，你出去教会安怎行你的道啦？所以守主的道，毋是来教会才咧守。守主的道是因为你把道化作你的生活，化作你的行为，化作你的讲话，化作你的行动，甚至化作你的表情，甲你的关怀。愿咱学习，亲像菲律宾教会的兄弟姊妹，因坚守主的道，伫世间来发光。兄弟姊妹，煞接咱要三甲来吟首诗歌。用这个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甲疼。等下咱有一个讲道今仔日这个讲道要分两个段落头一段咱要三甲为着这事来祈祷，第二段咱要邀请咱的传道考雅主传道来甲咱讲话来分享伊要离开对咱讲一段话来勉励咱大家。咱大先来吟首诗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
做来，上帝所赐我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多人目睭。求主耶稣真理的话，奥妙听通结亲，连团体的互人欢会，正做天顶国民，患难得救罪人，承受救助怜悯，上帝的话，我命的话，传来去了解大，上帝的话，我命的话，传咱的高永远。第三节，真得我命福音言下，万民欢喜来赴。圣经上他真得上听，深信永远的主，写做平安文书，永更我命荣辱，上帝话，我命的话，真理和妙解大，上帝的话，我命的话，听咱的高永远。感谢主，咱大圣为着几样事来献上咱的祈祷。头前咱回应圣经所给咱的勉励，咱要做世间的光，咱的光伫爱照伫人的面前。咱求主，亲像保罗所勉励，上帝伫咱的心内做工。若毋是上帝圣神的激励，咱实是无气力，咱会软弱，咱会丢毒，咱会烦恼。求主，互咱真正学习坚守主的道，伫这个世间来发光。第二，咱为着这个疫情还未完全消散，有的兄弟姊妹咸菜还佫有惊吓，也有的感染着，身躯无爽快，还伫静养。求主赐落平安医治，透放伫中间。咱也为着这个热天炎热的天气，真侪人爱伫外口无电风、无冷气的环境来工作。求主保守，互咱台湾这个岛屿，大家人有主所赏赐的平安保护，会当度过这个炎热的天气。第三，咱为着咱的家庭的亲人来祈祷，求圣神亲自保守，互咱家内的大大小小，无论出外，也是伫厝内，也是细囝，也是长辈，拢有得到主的平安。咱大家为着这些事来回应主的听，来伫主的面前恳求甲祈祷。现在主，我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你的灵，圣神做工伫阮中间，大恩甲阮同在，愿你的平安祝福伫阮中间，享受你生顶来的规律。感谢主你的同在，甲规律圣心甲能力保守伫阮正人。感谢罗你，愿你圣神亲自看顾，扶持人民，互阮伫主的听下面享受天顶来的祝福。感谢罗主，感谢罗你，你的圣心甲阮同在，感谢你。主，阮的上帝，阮的主耶稣下面的中间，爱阮做世间的光，阮的光都要照伫人的面前。阮也对保罗先生所有的勉励，阮若是爱遵守主的道理，战战兢兢来确认阮得到救的主的道理。
阮可就爱伫这弯曲腐败的世代中间，做上帝纯洁无瑕疵的百姓。互阮伫世间人中间，因为阮迄个人性的光辉，阮迄个疼的光辉，阮迄个见证的光辉，亲像星伫照耀这个天空，坚守主的话语。主啊，伫这疫情还未完全消散时，侪人有拄着艰难，生活的困难、感染的困难、工作的困难。主啊，求你怜悯阮基督徒伫这个黑暗的世代，搁较熬为主发光。我也求你带领伫这个炎热、温度愈悬的这个环境中间，有真侪人工作环境伫迄个炎热的日头下，主啊，求你怜悯保守，互大家平安，身体教育会勇健健康，来度过这个炎热的天气。我也将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大小小，特别是这长辈、是大人，也是这细囝，当闪开这个染疫的艰难，也互因有主的保护来平安度过。台湾这岛屿是你所疼的所在，阮求你圣神光照热泽，阮让平安来迎接新的时代来。这个社会充满着活力，这个社会充满着平安，政治经济以及各方面拢有主你的看顾。感谢你，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伫奉献进前吼，咱先要邀请咱的孔家族团队，伊伫咱教会中间吼服侍3冬久，已经完成牧师的资格考试，伊的任期就到这个月就结束吼。事实是咱这个礼拜是伊伫咱中间吼在任中的最后一个主日，所以咱真毋甘3冬大家真有感情吼，伊过来新的脚步咱要求主带领。所以第一，咱要先请伊来甲咱讲几句话，然后我要招谢牧师来为着伊做祝福，甲祈恳的祈祷。然后咱再请小会员来到头前，甲伊做翕张相，来甲伊做送别吼。咱用拍拍声来欢迎耶稣传道，来。各位兄弟平安。我今仔日踮遮分享，感觉心情真复杂，因为有真侪毋甘，嘛有真侪故事是和大家做伙是发生伫我的生命中间的。富强教会是我对学校毕业了后专职服侍的第一个教会。伫即个所在，我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代志，拢有真侪成长。伫过程中嘛，得到真侪兄弟的帮赞、祈祷，阁有成全。伫教会其实伫即阵啊，有真侪人会陪伴我，也是甲我讲多谢，也是一寡感谢的话。无论是伫我家己的服侍，是陪伴青少年、青年，也是儿童中间，拢有感受到真侪的感情。毋过我嘛要来分享讲，其实我家己才对一个传道人的性命嘛，深深受到教会来影响。有时伫服侍的过程中，我家己若是家人爱做家己的代志，想要行一条路，毋过无人要做的事，嘛无法度。有时家己对人对袂调的时，嘛会有兄弟甲我杀咧行。所以，伫富强教会，我成长上介济的所在是，我时常受到兄弟热情的敬拜，迄个较无祈祷的心来感动。尤其是牧者也是小会员迄种较无传福音的迄个火热，互我感觉每一摆拢会受到感动，讲我嘛要，就亲像因共款，我嘛要做即项代志。伫今仔日有真侪故事，实在是分享袂了。无论是少年人伫信仰中渐渐真认真咧面对因和上帝的关系，也是长辈中间迄种愿意来为我代祷、鼓励、开放、成全少年人的心，拢互我印象真深。其实，咱时常咧想讲，啥物款的牧者就会
起造什物款的教会，毋过我嘛要来讲，其实什物款的兄弟嘛会养饲什物款的牧者，恁拢是我生命中真介重要的兄弟姊妹。所以真感谢伫教会中间有遮的真心用心地诚做我的帮助嘛，为我带导，诚做我的夜空的兄弟。愿上帝祝福大家会当伫过来的日子，共心继续来行天路。感谢主。来传道，今日再去。来，我们请谢牧师来头前好无？咱有一个信念啦吼，讲一日富强人就是终生富强人。虽然咱也传道伫咱中间3冬无介长也无介短，但是既然伊传道的时间就是对咱遮第一站，伊将来服侍主的年纪还佫长吼，足长的。咱当作亲像要嫁查某囝共款吼，来祝福伊后一站的服侍，对咱遮所领受到的，无论是正面的，也是挫折的，拢会当成做一个养分，继续为主来做美好的征战。所以我请谢牧师来头前好啊，来做换手，为着伊来做祝福祈祷。谢牧师请来顶，对。咱即时要为着耶稣传道，来祈祷，你可以换手来，来。咱为着伊来做祈祷，我来做祈祷。慈悲的主管的上帝，感谢你伫3冬前来差派耶稣传道来到伫阮的中间，真侪兄弟姊妹对伊真亲和温柔甲人大家真好斗阵，迄款得到真大的鼓励甲学习。伫即3冬中间，伊伫青少年、伫主日学、伫社青的中间做真水的工，陪伴因，甲因做伙欢喜，也嘛甲因做伙祈祷。阮侪的少年人通过伊来得到造就甲栽培。感谢主，阮相信伊伫富强教会3年的脚迹，上帝要甲伊纪念，上帝也要通过伊伫遮所看、所学习、所领受。搁来伫伊人生的日子，服侍主你的日子，大来为主来发光。阮奉你的名要来祝福伊，已经完成牧师的考试，要成做一个专职的牧者，继续来为主来做工。但伊搁来的脚步，阮恭敬来求你引带，互伊无论去到什么所在，拢诚做上帝你美好尽忠的女婢，所做的工。造就侪人，伊所传的道理来拯救侪灵魂。天顶的上帝，阮真感谢你，互阮3冬中间甲伊做伙同工，做伙服侍。阮相信伊也要带着阮兄弟姊妹、众兄弟姊妹的祝福，去到日新上帝所差派的职场，为主来发光，为主来见证。愿你的平安甲伊三甲同在，愿你亲自带领，无互伊无论。伊的身体，无论伊的健康，无论伊将来的家庭，以及伊服侍的场所，拢求上帝满的稳定，甲伊三甲支持。奉你的名来祝福伊，祈祷恳求，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请耶稣传道落来伫即个下骹，咱请长老来头前做迄一张相来表示对伊的多谢吼。咱伫头前吼。咱教会用一个小小的礼金红包要送别伊啦咱来头前，请长老来头前。咱即时来奉献。
咱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会众请坐。即时来报告，请咱看周报。后周的事奉当工主礼是校牧师，司礼是泽龙执事其他的当工请咱家己斟酌看。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会定伫后礼拜7月30日举行伊伫祈祷的时间。咱请兄弟若有即个需要的，伫备办心尽量坐伫个4楼来参加礼拜。第2点，本会定伫8月7日主日父亲节特别聚会，邀请蒋中牧师来诗歌的见证会请咱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第3点，8月7日父亲节感恩礼拜，咱要来举办全家福的翕相请咱当邀请厝邻的人伫即个后礼拜7月30日甲8月7日即2个主日来翕相。第4点，8月14是咱的社教46周年的感恩礼拜，佮咱的圣餐的洗礼式咱的礼拜合并做一场尔所以请咱准备心伫9点来参加。特别若是有要来决志要来洗礼的人，请伫7月31号进前来报名。第5点，小会重要的事工报告。第1，推动第5期的幸福小组，请咱大家关心来祈祷。第3点，伫8月14社教主日即个礼拜日，咱要差派新任的小组长有龙泰执事、泽龙执事以及瑞玲姐请咱来为因祈祷。第8点，咱的本会聘请曾瑞平传道伫要诚做咱教会青年事工牧师伫9月份正式来就任伫10月初9下晡3点半，伫咱的教会举行封幕甲就任的受职感恩礼拜请咱来关心祈祷。第10点，主日2要来征求当做伙服侍的同工，也是志工伫第2堂幼稚班佮高小班有需要老师，佮有接待的同工2堂的接待同工，以及咱的合班的时阵会当帮阮应控的同工1名请咱来关心祈祷。11点，咱的教会李伟执事的妈妈许阿凤姐妹，伫7月11号文主文调伊的享受是88岁家属有尊探个人的意愿，伫7月17日礼拜日已经举行家族的告别礼拜，请咱继续来关心为因来祈祷，求主赐落安慰。伫门道的培育事工内底，咱来看第3点，哀伤陪伴的即个事工的消息。第4点有遮侪的同工来为着即个影片来做字幕甲手册咱来真感谢因有遮个同工咱感谢有人伫即个事工顶面来默默的来替咱做遮个代志搁来牧区的团契的消息。第1点，
兄弟团契伫8月初6拜六开始来恢复实体的聚会请咱大家留意，并且伫8月初6要举行父亲节甲母亲节的感恩祝福聚会请咱来踊跃参加。第2点，主日学的事工的部分，伫8月初7来恢复实体课程。那上课的所在呢，才有来做更正是伫教育中心的地下室。地下室毋是1楼甲2楼是地下室。第4点，题目台的牧区伫暑假8月20到22举办伫拿来教会个建湖山一个暑期生活营请咱鼓励厝内的青少年来参加。然后咱的囡仔呢，青少年会当来伫教会找到信仰的同伴，这是真重要的代志第8页咱的总会消息个咱的奉献的内容，请咱家己来看来留意这个部分，有需要更正的，看咱找咱的会计以上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咱知影讲即个疫情还未完全消散啦，毋过咱拢知影讲，咱正恢复，拢先恢复正常所以即个牧师会拜托咱大家咱转去小可邀请一下，也是关心一下，讲最近较少来参加实体聚会兄弟，长辈嘛好，你的小组也好，甲关心讲兄弟姊妹你最近安怎若伊无有感染的迄个疑虑啦鼓励伊转来实体聚会毋嘛讲恢复像以前未疫情以前咱足闹热，互迄种感觉，气氛真好啦大家互相见面讲话实在是真好安尼咱伫这周报内底有几项提醒，已经有报告，我阁甲咱提醒一项，就是讲后礼拜咱就要开始翕即个家族相咱兄弟姊妹若方便提早后礼拜就开始翕，你若无全家都袂当翕招全家做一个实体的翕相即马已经疫情讲会使甲口罩绑落来翕相啦所以对后礼拜开始爱登记安尼较袂互你等伤久所以就是后礼拜搁来8月初72个礼拜要翕相安尼咱教会伫最近慢慢疫情伫迄个消散的时阵咱真欢喜啦伫咱教会即个西道小组有一个潘凯丽姐妹甲伊的先生陈品居弟兄有经营一间深空舒活轻饮拄伫咱仁和路遮尔要差不多仁和路的一半遐遐真侪市场足大的真闹热的所在是伫仁和路93号伫昨昏昨咱的小组有去甲伊祝福啦意思讲有会友开店咱小可甲応援一下，关心一下你若有方便，咱足侪人徛伫即个地区啦中线路啦、仁和路遮因所经营的是安尼即个店是即个做酒啦、做作这是伊的广告啦是迄天昨昏咱伫遐做礼拜的一个图片内底真清幽，设计了真水好亲像咧希腊风的大家再做伙欢喜这是伊的团体相鼓励咱大家若有方便会当去甲伊交关就对啦内面除了迄饮料以外呢，嘛有迄个简餐真好食。你若无爱食伤大块食迄袂歹一个小小的吐司兼一寡迄个轻食就对啦真欢迎咱今仔日因正式开幕啦你无用筹备所以即个咱的凯丽姊妹因袂当过来咱甲伊恭喜安尼。另外咱嘛恭喜厝如姐妹伊拢参加第2场啦伊的甲伊的先生咱伫咱附近即个社区有无？即个一个金黄龙即个所在社区真水的社区有买一间厝伫遐咱甲伊恭喜伊要落成的礼拜咱即个小组会去甲祝福甲关心安尼好咱拄则有讲起着开始有诶拢要开实体聚会请咱大家斗宣传互咱的兄弟拢顺序会当来参加安尼。特别咱若为着咱青少年伫暑假即马大家暑假遐长咱无聊，佫袂当学袂走需要甲因关心啦。咱看见暑假足侪人爱去耍水
耍水特别爱洗字吼，唔通安尼看到冷冷凉凉偌好就跳落去安尼，有人小小跳落去吼，就救紧起来啊！啊，迄定若发生热天耍水，发生意外足唔好，请咱大家爱洗字吼，啊，出外热天遐炎热，大家保重家己的身体。最后，咱欢迎吼，咱有特别欢迎咱春有兄、春红这伊的查某囝，啊，佮囝婿，啊，佮女儿吼，啊，因吼是咱的会友啊，啊，毋过吼去中国工作生活已经足久啊，有点仔变中国人，啊，毋过嘛足疼台湾吼，啊嘛足热心伫遐咧聚会传福音哦。咱请伊徛起来，互咱家己欢迎一下，好无？哈，就是迄个哈，淑珍自豪哈，淑珍甲自豪哈，淑珍甲自豪，佮有伊的女儿哈，嘉爱啊，欢迎你们回来哈。啊，我听春龙姐讲，因伫中国遐吼足认真传福音聚会呢吼。袂输咱伫台湾哦，恭喜哈！第二，咱欢迎苏玉萍姐妹、苏玉萍姊妹有伫遮无？来欢迎你来参加哈！是咱新源的好朋友哈，好啊，迄个同学朋友啊，欢迎伊来甲咱参加，多谢你哈！好，啊，咱伫遮来做结束，哈，来做结束，多谢。咱请起立迎上音的诗歌。原主大兄叹，我想主大灵爱，一点你心来，主的教会是个大力量。边求你应主必宽开你，主诚心保守你，对治好梦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甲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拢无煞，阿免。阿免，阿免，阿免。大家请坐来默祷闭会。